人主名哦，伊讲一人一款命，生死早注定，因我富贵亲像泡影。世情看好看，因安搭家己的性命，才袂一直受拖磨，一直受拖磨。哦，说一人一款命，当然落土变异命啦吼。每一个人的命格都无共款，每一个人的命格都无共款。生死早注定的吼，咱时常咧听讲，未情之注生，就生注死啊。一个人的岁寿的过程当中的长短都无共款啦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伊的过程，伊的过程啊，伊的过程有共款无共款。所以你也看，为什么像迄个孔子73岁归空，成为一个圣人嘛。但是伊的弟子咧，伊的弟子干回32岁就归空，伊嘛成为是一个圣人。所以每一个人，你也看，圣人伊虽然伊的命的过程当中，伊的寿数无共款，但是伊所成就的却是拢共款。一人一款命，毋免得怨天甲怨地。最重要的就是讲，你伫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是为着啥物咧生存？如果你也讲为着荣华富贵，为着名利，为着权势，为着财产，伊来讲荣华富贵呢，就是像泡影，就是像迄水泡啊咧，扑起来就无去啊。就亲像花顶的露水共款，日头若出来就无去啊。所以呢，咱一定伫即个人世间，荣华富贵，一定爱有感悟较看的开，有感悟较看的开啦。如果你若讲伊一心伊拢咧追求荣华富贵的话，那迄到尾也嘛是一场空。叫咱世情看看就讲世间是少大的，毋是永远的。每一个人伫世间的时间可能拢无共款，但是咱要安怎互伊的成就拢共款？就是伫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有牺牲，你有付出，你有奉献无啊？如果你若有牺牲、有付出、有奉献，那安尼不管你的生命当中的长甲短，所成就的绝对拢是佛菩萨。所以咱时常咧讲一篇好的文章，毋管伊一篇好的文章，无咧管伊长甲短，最主要伊内容有丰富无？就亲像咱的生命当中，虽然咱的生命早有定数，一个人活50岁、60岁、70岁、80岁，有即个定数了，当然怎？虽然咱人的生命长度上天就甲咱决定啊，但是咱人的生命还阁有一个深度，阁有一个宽度。咱迄个宽度拢无经好出去啊，咱迄深度呢拢无如何深落啊。咱毋是干那讲天甲咱注定讲咱到几岁就转去，咱就几岁就转去。咱有法度甲咱的生命的宽度经好发去，甲咱的深度用好深落。那安尼，咱人生的生命会较有意义啊！人生的过程当中咧，较袂一直受拖磨，一直受拖磨。而且生死的轮回当中咧，咱无法度跳出于即个轮回当中。所以咧，一定爱，当然毋是讲修行学道毋免着追求着三顿啦，还是毋是？咱爱看家
因外富贵吼，名利财产、权势地位呢，看好较薄的。以咱人生生命当中，咱要安怎如何去升华？要如何升华我们心灵上、精神的层面？迄是上重要的啊！哦，迄是上重要的。若无的话，咱干那伫即个人生过程当中，枵着食，食着困，饱着困。伫即个人生当中，咱拢要安尼过吗？咱拢要安尼过吗？哦，所以咱一定要有迄个智慧，修行学道，还是求着到遮尔啊好当下，你爱有所体会，你较有所成就。啊，你有付出，你较有体会，你有去行动，你较有感受，你有去实践，你才会去得到。若无的话呢，可能是一无所成，一无所成啊！哦。那么第二段讲，为着好名声，着来大小命，费尽心力，失去亲情，是输也是赢。上世上安贫乐道，知足心情才快活，心情才快活。当然，咱伫即个人世间，都嘛是为着要有一个好名声。哦，阮后生是啥物？阮祖囝是啥物？哦，我媳妇是啥物？拢为着地位咧拍拼，为着议员的地位咧拍拼，为着代表的地位咧拍拼，还是为着公司的地位咧拍拼。哦，拢为着要有一个好的名声咧拍拼。但是，这个名声是短暂的。一个立法委员做4档，总统嘛做4档，上届好连任8档较好。这敢是永久的？毋是啊，哦，毋是啊，为着要来好的名声，费尽心力。哦，像咱即马有当时啊呢。有当时啊，你啊看即个社会电视新闻，像迄个王永庆，留遐济财产，伊虽然咱讲台湾的经营之神嘛，但是伊留遐济财产了以后，因的家庭有好无？哦，你拼一世人，是为着要互伊整个的家庭。会好好会圆满嘛，但是你留遐济财产的时阵，伊的子女敢会好好会圆满？啊，费尽一生的心血伫遐咧打拼，啊，到尾啊，迄个子女若袂好好的话，家庭袂圆满的话，若咧打拼，迄敢有啥物意义？哦，敢有啥物意义嘛？所以咱会去家想。你会记到，为着即个社会上的地位、经财，而且咧斤斤计较，你敢会无为着你修行咧斤斤计较？修行学道你若斤斤计较，无法保证你绝对会成功。哦，啥物代志我你啥物代志拢无叫我去做，你啥物代志才无要叫我去了完？咱有迄款斤斤计较的心。你有迄个了愿的心，所以讲上世上安贫乐道，知足心情较快活。哦，安贫乐道，毋是讲咱若讲伫即个贫困的当中，伊倒迄个心，迄个欢喜心，无受着环境的甲咱影响，你阁会做欢喜来修行学道，安尼你的知足的心。你的贪求的心就会较有嘛，所以你要看干为为什么空无主家而乐亦是信人？一旦输一飘逸，低路行，人不堪其忧回啊！我来记录，会干为生信人，毋是无原因的呢。哦，
伊咧啉水的时阵呢，大概个我用迄个壶啊呢，壶啊倒甲用迄个壶啊咧舀水呢，毋是咱即有迄十八公安咧舀水呢，伊单纯一飘去，一斤呢较食一顿尔呢。啊，伊住的厝呢是咱来讲咧，日来满天回来，雨来日拢过咧，咱听有？有啦，日来满天回就是讲，伊个厝顶拢挂甲一空，迄个日头若照落来咧，伊即个厝呢拢有光咧照，就是亲像满天回。雨来日拢过，就说若落雨呢，拢摕迄个面毯啦、骹毯啦、湿的滴啊，咚咚咚咚。迄我少年时阵呢，听到咱前辈讲，讲真有意思。所以咱袂住伫迄款的环境的时阵，咱就咧烦恼讲啊，我的厝较到遮摆电视会当收补好，啊电视佫会当厝换较好诶。但是咱话无呢，伊牵咱讲我的心会当修行学道，对即条路，对着阮空老主的身边，而且咧行，而且咧行，四界去周游的讲，伊无烦恼，伊偌善，伊偌善呢？伊干那烦恼讲，我袂当对着阮的老师来修行学道安尼尔。所以安平乐道知足，咱人就是拢袂知足，好要搁较好，咱拢伫遮咧追求，咱拢无迄个知足的心啦。知足的心讲，我今日若小可食较歹的，咱就会凉。今仔日我的衫若穿较歹的，我想要搁买一件较好。咱的心都袂袂满足，你敢知？袂满足，所以咱迄个杨经理时常互我免，伊若有转来呢，互我伊若要去新关山，拄好互我要去呢，拢袂是互我的声。那伊就互我讲，你即台车好驶无啦？互我讲普通啦，风驶安尼啦，就讲是搁袂歹啦，因为车呢，毋是驶好，则驶歹。无钱的时阵呢，就好驶啊啦。迄人若无钱的时阵呢，啥物车拢做好驶。就是你有钱的时阵呢，你较会去念讲，一台驶了呢，无介舒适呢，想搁要换一台。即台驶了搁无啥舒适呢，想搁要换一台。咱人若无钱的时阵啥物车拢做好驶。迄就是知足的心嘛。你若有知足的心啥物代志你就袂去参人斤斤计较。啥物代志你认为讲会当过得好，小可客一个，小可想一个就过啊嘛。咱哪会参人去斤斤计较遐济遐个无需要嘛。所以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尼心情呢才会对我。为啥物讲即马现代人呢？迄个心病特别济。即马现代人的心的病呢特别济呢。心病敢有要人医，足歹医啊。有啦，知足的心来医就会好啦。你若有知足的心来医你迄个无满足的心呢，就会去无伊啦。人就是拢会有无满足。有当时生意愈做愈大，你就烦恼愈来愈济呢。有当时你生意愈做愈大，毋是烦恼愈来愈少呢。所以在人生过程当中，咱就去爱想知足的心，是要搁去做，要咱去感受，要咱去感受。那咱的心情呢，较袂互即个世事甲咱绑牢的。咱的心情呢，较放会开，看会破。那咱在修行的过
过程当中呢，咱较会较快活吼。平时普渡期，有缘明书记，发地可治，严得欢喜，把握好时机，心吸谦虚，参悟道真理，将来望有出头天，望有出头天。咱知影讲，即马天道降世，大开普渡，而且三折普渡的时间呢，咱有迄个机缘拄着咱民俗。就咱即马，咱拄安尼，咱这样子，咱真美前线，了工再去驶去驾仙的，因孙仔呢要甲带来求道，进入楼骹的求道。若毋是拄着即个因缘，遮尔好，叫你驶去驾仙，带来回2点钟呢，有迄个机缘，咱就爱有迄个匠心要求道，咱就爱费尽心力去甲伊带来求道较对嘛。因为平时普渡日，因为即马是咧普渡嘛，咧普渡咱大家拢知影嘛，上进顿成落啦，无进7月嘛是咧普渡，对不对？即普渡，咱普渡几摆？以互我硬来讲，拢是普渡3摆嘛。月头普渡嘛，月中普渡嘛，月尾普渡嘛。所以三期普渡嘛3摆，青阳期、红阳期、白阳期嘛。有3期的普渡嘛，无其他的时阵敢有咧普渡？6月敢有咧普渡？8月敢有咧普渡？无。一年当中365日，拄啊7月即个月咧普渡尔嘛。即个月若普渡过，你做咧等下普渡，咱会讲你头壳无正常嘛。所以七月份普渡，就亲像咱129600，拄着一摆会当求道，拄着一摆会当求道尔啦。你搁后摆无一定会当求道呢。过去100年以前，你嘛无机会通求道呢。过去100年以前，你无求道的机会。未来100年以后有机会无？我嘛毋知，你嘛毋知。因为天道即款物件总歹讲的，但是拄啊互咱拄着，即马普渡的时间咱拄着129600年拄着一摆尔。所以讲脱离可离，严得欢喜。地府抽名，天堂挂号，严得我嘛足欢喜的呢。因为恁拢毋免求着道，恁拢毋免来地府遮报道，伊足轻松的啊。伊敢是足轻松的。咱的灵性直接对西方掉落世界去，所以严得嘛替咱遐欢喜呢。只是咱即马有肉眼无法度去看着尔呢。所以把握好时机，咱一定爱把握着即个时阵啊。若无把握即个时阵，时间过就无安尼。有当你讲时间过就无，今仔日开班106,813，今仔日若过的时阵，敢搁有一个106,813？无安尼，无安尼。所以这个时间若过，时机若过，你无法度把握袂牢。就亲像咱人共款啊，对细汉10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，等到咱50岁的时阵，咱敢有法度转来到10岁、20岁？无可能嘛，无可能嘛。所以咱要把握即个正好的家己良心，求道、修道、学道，咱为着要了道成道嘛，为着要脱离即个世间的苦海嘛。因为即个世间的苦海，生老病死，问咱生老病死这4种对一项，诚艰苦。
讲生艰苦，有的人讲死嘛艰苦，哦，有的人讲破病艰苦，有的人讲老艰苦。其实这四项拢艰苦啦，无对一项开坏啦。啊，就是无对一项开坏，咱就是要来修行学道啊。若无咱若有对一项开坏，咱就经迄项就好，但是嘛，毋是咱会当做主的。哦，人讲哦，我无爱留咱敢会当做主？我就无爱留，啊，就袂留去。我无爱死，敢就袂死呢？嘛是会死啊，嘛是会老啊。啊，所以咱要来修行学道，虽然会死、会老、会病、会苦，就是要来解决讲以后咱无爱搁来食啦。你若要来食，就是爱有生老病死啦。你修行学道，就是要伫这个凡间跳起来嘛。啊，你若离开这个凡间，你就无生老病死啊啦。哦，所以咱心爱谦虚参悟道真理，咱的心呢爱抱着谦虚的心。哦，谦虚的心呢是咱一个人有修养无修养，伊显露出来一款行为嘛。哦，有个人前几只拢足谦虚的呢。哦，有个人为人处事呢，对人足蛮好的呢。啊，伊就是有食着道理嘛。伊若有食着道理呢，伊家己的心呢，就会压制落来嘛。哦，啊，伊个心若谦虚呢，以后迄个个性呢，就愈来愈饱满嘛。你也看迄皮瓦水啦，皮瓦水是愈饱满会当愈加呢。迄个果子呢，若愈重的呢，是愈下骹呢。啊，为什么会安怎？因为伊心饱满，心谦虚。哦，谦虚是咱为人处事呢上重要的一个行为嘛。哦，啊，你参悟道理，其实研究道理，就是要互咱学做人的道理啦。因为有当时啊，咱含做人的道理都毋捌呢。哦，像互我感觉讲，有当时啊，咱即马咧教囡仔吼，比以早咱的菩萨、咱的爸仔母仔咧教囡仔吼，较无迄个正确性。像阮妈妈咧教阮就对，人若来阮兜就对啦，拢会讲即个爱叫啥？哦，啊，即个爱叫啥？拢会亲像即个阿姑阿姆婆安尼像无叫囡阿婆安尼。啊，即摆的人，咱咧教囡仔就较袂晓安尼。哦，人客人来，咱袂讲主动讲，即个穿互啥物，啊，即个穿互啥物。所以咱的一代，为啥物咱的一代不如一代？虽然讲咱人即摆的人生了少啦，囡仔生了少啦，咱拢毋甘啦。但是最起码你爱甲教好势。你若无甲教好势的话，以后伊出去呢，伊出去就对啦，伊嘛袂当尊重别人呢。哦，啊无你也看上较早迄台北迄郑捷，郑捷就是因为因爸爸妈妈甲教无好势啊，所以伊的思想去互偏去嘛。去车头行倒学别人台，有熟悉学别台。啊，事后呢，因爸仔母仔出来咧教咱全国的居民啊，规个卫生咧，啊，你敢有效？不就呢，咱着爱伫即个囡仔细汉的时阵呢，咱着甲伊教好嘛，行为思想甲伊教好，以后伊大汉起来，伊就会照即个即个形式落咧行，拄着人伊总有咧，阿伯你好。阿母你好，阿姑你好，囡仔若好嘴，相信咱长辈大家嘛听讲着。啊，一个囡仔，咱若拄着一个面，啊拄红着黑，
当听才会入心，啱对？啊，所以咱伫这研究道理的过程当中，咱要教育咱的下一代，咱嘛爱对咱家己本身做起了解呢。无真正的一代不如一代呢。哦，将来望有出头天，咱咧讲讲，望囝生良，望女生福嘛。咱拢要望咱的出路会幸福、生良、幸福。但是呢，你若无对做人的道理根本开始慢慢甲教，后该生良、幸福是拢恰灵恰福的呢，对不对？咱囡仔真足者，当然，咱毋是咧批评讲恰灵恰福毋好，咱是一个互咱感觉讲，哦，这甲无啥咧。所以咱要望出生良心哦，毋是要望伊恰灵恰福啦，你敢知？所以咱就爱对细汉的慢慢甲教，慢慢甲教育咧。虽然咱拢听，说的心里拢有嘛，但是咱其实呢，我感觉，这基本的做人道理呢，咱就爱对细汉就了解，哦，了解，哦，咱来过来笑。